个4，4个5，4个5，开，开！可以呀！哎，我说西城啊，你这结没结婚没啥两样嘛？啊，老子不管你吗？他怎么能管得住我啊？该怎么玩怎么玩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气概，洗脑。再来一把。爸，娜娜，咱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啊？猜。那咱们就去喝酒。来来来，喝酒，娜娜，你叫 Nancy， 来，干杯！这2天你感觉怎么样啊？有什么想说的没有？老夫人，我觉得挺好的。你是感觉挺好的，可是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了，西城每天晚上还在外面乱跑，你想过没有？为什么？这个，我别这个那个的。既然你现在是我们顾家的媳妇儿，你就得要尽到责任。对西城，你不能再这么放纵他了。如果你要尽不到自己的责任，那我就要考虑，是不是换个孙媳妇儿了。顾总，这个是今年上半年的年度报告，您看一下，以后签个字吧。我知道了，放这儿吧。哎，等等，帮我去花店订2束花。哦，好的。是给总裁夫人吗1束给安娜，1束给米歇尔。快去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喂，苏小姐吗？怎么办呀？我根本管不了顾西城啊，真麻烦。这样不是挺好的吗？他玩他的，我也轻松。可是我要是不管，会不会被顾老夫人赶出去啊？那不就是破坏了贺锦熙的婚姻？贺锦熙，妈妈怎么样了？你放心吧，妈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只要听话就行。我听说顾西城现在还跟那些小嫩模呀、小明星啊来往，是不是？你是怎么搞的？这个人我根本就管不了，他每天根本就不在家待着，又不听我的。我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方法，必须让他跟那些女人断了来往。还有，你给我记住，你不许跟他上床。像顾西城这样的男人，也就你能把他当个宝。喂，医生，我想问一下，我的预约时间能不能提前？不太好，还得等几天。还要等？能不能尽快？你觉得我穿这件怎么样？你今天能不能不要出去玩？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我不出去玩，我干嘛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每天都出去玩，晚上不睡觉对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在家睡会儿觉多好啊！你是不是对我有想法？我不出去干嘛？在家陪你啊？咱们之前可是说好了的，结婚之后谁也不要干涉对方的私人生活。谁想管你了？我才用不着你陪呢。就是你，你可以在家陪陪老夫人吧。哎，我没结婚之前，我奶奶没说过要我陪她呀。你想让我在家陪你吧？想让那就直说呀。顾西城，你少臭屁了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你每天都不回来，我才高兴。好啊，那不更好了？那么请你出去，我要换衣服。嗯？喂，怎么着？
女孩们都到了，太棒了！让他们再等一会儿，我马上就到啊！今天晚上我要来个饕餮盛宴啊！大嫂，大嫂请坐。大嫂，来人上场。啊不用客气，不用客气。一点儿都不客气。这好像就是你自己家啊。对不起，大桑。那个看样子你好像经常来家里玩吧？那你跟西城应该是好朋友。西城是我大哥，所以您是我大嫂。见过大嫂。对，你说的都对。那个，既然你们是好朋友的话，我能不能偷偷的问你点事儿？是关于他的。对。大嫂尽管问，我就是个吃里扒外的货。太好了。那个，我就是想问一下，顾先生身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朋友？特别的朋友？怎么个特别法？就是说，哎，说出来也不怕你笑话，就是我发现他对女人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顾西城就喜欢泡女。嫂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西城嘛，他和那些女子只是玩一玩而已，从来不会动真情，真的。从来都不会动真情。从来不动真情。嫂，拿信我，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一个女人过过夜。完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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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他结婚这么长时间了，他对我一点兴趣都没有，每天只喜欢和你们在一起玩，然后我……大嫂，我毕竟不是情感方面的专家，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他是不是有点太腼腆了？你不要再替他打掩护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。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晚上他做梦，说梦话我全都听到了。他梦里一直在说什么硕什么什么硕，所以我今天就是特别想问一下，你们周围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叫什么什么硕的？硕呀，硕呀，我想想，硕哪个硕？你叫什么呀？硕。他在叫谁？啊！等很长时间了吧？啊！走，快点起来，走了。干嘛呢？你跟他聊什么了？没聊什么。啊，这位就是你最好的朋友吧？那当然了，我最喜欢硕了，是吧？走，快点。走。我们是不是走的有点太近了？咱们从小到大都走这么近。跟我斗。和你做兄弟这么久，我似乎好像从来没有见过你和任何一个女人上过床啊。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是一个有原则的人。这男女之间啊，一切没有感情的性爱，那就是耍流氓。再说了，跟那些女孩子有什么好玩的？我觉得跟兄弟在一块儿才是最开心的。是吗？来，喝一个。喝一个。喝一个嘛。这我有点上头。让我先去吐一会儿。没喝就上头。顾西城啊，顾西城，等到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弯的，看你还怎么出去玩，跟我斗！哎呀，说，晚上怎么安排啊？今天本大爷有事儿。
哎，行行行，你忙。猛力，晚上出来陪哥喝酒啊？哥，晚上不行啊。你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晚上我那个亲戚要来我家呀。好，好，好，行，你们都忙。他们人呢？我特地让他们晚点来。难道顾少是想单独跟我待一会儿？有这么点意思。要不这样，老跟他们玩有什么意思呀？不如今天晚上我们换个别的地方，相互的了解一下，好吗？安娜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顾大少爷，我认识你的时间可不短了吧？这要是换做别的男人，孩子我都有了。哎呀，安娜，别着急嘛。我觉得我们之间啊，还不够了解。不够了解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啊，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那今天晚上就行一次吧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顾西城，司徒果然说的没错，你就不是男人，就是个 gay。你以后啊，别想再约我。哎，我是 gay， 我是 gay。司徒这个混蛋！我去，好安静的包厢啊！啊，搞得我有点不太习惯呢。嘛呢？啊？思考人生呢？人呢？都干嘛去了？嘿，我这么怠慢我们的顾少啊，太过分了！你等着。喂，姑娘们呐，怎么着？让我们独守空房啊？啊！哎！顾西城，你要干什么？自家兄弟也不放过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别人说我是 gay 呀？从你目前的所作所为来看，你是 gay 的可能性很大呀！啊！司徒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老子不是 gay， 喜欢女人。”这不是我说的，是你老婆说的。什么？我老婆？贺锦熙啊？耶。她还说你经常说梦话，在梦里喊上我的名字。贺锦熙，你干嘛？回头我再收拾你。你到底跟我朋友说什么了？啊？什么都没说，你赶紧放开我！你是不是跟他们说我是 gay， 让他们疏远我？是不是？我没有，从来没这么说过。我就是说你对女人不感兴趣。哎呦，我什么时候对女人不感兴趣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就是故意的。你嫉妒那些女人，你不想让我走，是不是？顾厅长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哎，你放开我！我怎么可能嫉妒那些女人呢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我所有的朋友都在疏远我，都因为我是 gay， 这都是拜你所赐。这事儿你也不能全都怪我呀，连你朋友都说，这么多年从来没见你对哪个女人动心过。你以为我顾西城是谁啊？我是动物吗？我怎么可能跟别人随随便便上床？我是有原则的。我不管，反正那么多大美女都不动心，你肯定有问题。哎，顾厅长，你放开我！你要再碰我就喊人。你是我老婆，喊破天都没人管你。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。现在已经晚了。你不是说你要找真爱吗？我不管了。
我就要证明给你看我是不是男人。顾西城，你要是男人的话，就不要再问我了，我也不想跟坏人在一起。司徒，咱俩从小一起长到大，你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啊？那女的随便说几句你就相信了？关键是我们几个从小到大确实没有见过你跟某一个女性乱搞过呀，所以那个女的那么一说，你懂的啊。当然，我不应该轻信她的谣言。Sorry, I'm so sorry， 兄弟。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几个千万别像我这么早结婚。这婚姻就是人生的坟墓。其实现在有一个问题啊，就算我们几个不把你当弯了看，可那些妞都当真了。我们几个嘛，好说，自家兄弟，不会把你当姐们看。对，在我们的心中你是纯爷们儿，可是，在女孩们的心中，你呀就是弯的。你才弯的。我弯吗？你哪只眼看着我弯呀？啊！你看看我的雄性荷尔蒙迸发的，看我这胡子多性感。可是关键哥们认为我也是弯的，这是拜你所赐呀。行了，你别在这添乱了，赶紧帮我想想办法。办法有，就看你活不活得出去。说呀。找个女孩啊。西城。啊。安娜，对不起。顾西城，你还是男人吗你？以后你别想约我。太好了，哥们儿。安娜呀，身材非常的火爆啊，都把你扑倒了，你竟然把人家给推开了呀，哥们儿，你还说你不是同性恋呢？你才同性恋。是啊，我承认安娜是个大美女，但是我一想到她有可能跟别人上过床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我告诉你，你心里不是滋味不是问题，现在所有喜欢过你的姑娘心里才不是滋味呢。Everybody 都认为你就是个弯的。Who care？ 我只在乎我在乎的人。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 happy 喽，叫上蒙丽和商震喽。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，走起来。
安娜，那天的事很抱歉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当然不是故意的，你是有意的。顾大少，你对女人不感兴趣，你直接告诉我呀，咱们当不成情人，还可以当姐妹呢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你那么对我，那不是玩我呢吗？安娜，你误会了，我真不是 gay， 我喜欢女人。你喜欢男人，喜欢女人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以后啊，你别再找我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。贺锦也不知道去干什么了，打电话也不接。他和妈妈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治好？妈妈，不管你的病能不能治好，都快点回来吧。好想你啊！他们都落实了吗？啊，已经办得差不多了，可能还要3、5。哟，少爷回来了。啊，方叔，回来啦。奶奶，我上楼了。去吧。哎，老夫人，最近一段时间，少爷的心情好像不太好啊。以前他玩惯了，突然改变了生活作息，他肯定是不适应的。不过没事儿，过一段时间啊，他就习惯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少夫人是怎么劝少爷的啊。看来啊，这个孙媳妇儿娶的还是有作用的。西城也不怎么出去了，小两口呢可以在家里多待待，让他们俩呀好好的培养培养感情。我呢，也可以早日啊抱上曾孙子了。喂 ，Mr. Shaw， 来吃饭呢，好多美女啊！算了，最近我闭关修炼，你们玩吧，我不去了，拜拜。进来。怎么了？顾总，关于城南那块地，我想向您请示一下具体的操作事宜。常副总，公司请你来是看中了你的能力，才给你这样的职位。如果连这样的小事你都不能自己决定，还要来问我，那么我要考虑考虑，给你的这份酬劳值不值得了。我主要想问一下顾总的意见，毕竟李老他们都觉得这块地没什么发展。李老他们的意见不用管，城南这块地我很了解，是很有发展前景的，去搞定它。以后没什么事不要上来。西城虽说这些天不出去了，但是他现在天天在楼下打游戏，没日没夜的。再这么下去啊，他的身体就要垮了。你身为他的妻子，你得管他呀。可是老夫人，他不听我的呀。你不要找理由，那都是借口。你身为我们顾家的少夫人，你就得要时刻关注着他的身体，他的健康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事儿不能再这么下去了。这件事儿就交给你了，你负责恢复他正常的作息。可是老夫人，行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老夫人慢走。
什么都让我管，什么都让我管。可是顾西城已经这么大的人了，他怎么可能听我的呢？有事儿啊？你奶奶刚才找我谈话了，说你这么没日没夜的玩游戏对身体不好，不能再这么下去。要不是你诬陷我，我能老待在家里吗？可是我已经道歉了呀。再说了，就算你不出去玩，你也有很多其他的事儿可以做，比如休息休息啊，比如睡个觉啊，再有陪陪奶奶也挺好的呀。行了，你别烦了，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我的事儿你别管，你的事儿我也不管。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？这是你奶奶的意思。哎，你这女人怎么这么烦啊？你是不是更年期到了？顾西城，你滚！都是你，扫把星！你捣什么乱？贺锦熙，你故意的是吧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全怪我，都是我不好。滚！这事儿还没完呢，顾西城，敢说我是更年期？我来帮你。谢谢少夫人。不客气，你去忙别的吧。老夫人好。老夫人好。奶奶早。哟，今天早上起来的挺早啊。表现的不错嘛，啊。今天早上约了人。拿来。给我。西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你？奶奶，你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讨厌，只要我一玩游戏，她就捣乱。玩游戏？你多大了？玩起来就没完。你别忘了自己的身份，你是神龙集团的继承人，怎么还跟孩子似的你？奶奶，我玩个游戏怎么了？奶奶的意思呢？你玩游戏可以，但是不能每天都玩，而且不能玩得那么晚，熬夜对身体特别的不好。闭嘴！有你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话呢你？是我让锦溪管你的。西城啊，你已经结婚了，该懂点事儿了。你不能怪锦溪啊！你要是再这么不注意身体，我还得让他这么管你。知道了。好了，吃饭吧。吃完饭呢，你还有事儿呢。